namakan jamaris oha ongan namakan jamaris oha。还有就是讲一下皈依后的。那么今天皈依的过程当中，你们自己心里知道啊，我们皈依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守五戒。如果是没有办法，现在目前没有办法条件可以守五戒的情况下，也是必须得要守一个戒，是不杀生，知道吗？然后守完戒以后呢，就是好好的守持这个戒律。如果是做不到的时候，就先不要守这个戒，是最重要的。任何一个戒都是一样的都能够可以自己的做得到的一个这样的范围里面去守持戒律。然后不然的话，就或者是你可以说我可以守5天，或者是1年、2年，这些都可以享有时间性的选择这些。但是我们今天皈依的时候，必须得要守一个戒，就是杀生的戒。本来就是5戒都要守，但是都是在家的居士，所以今天一开始就马上守5戒的话，那这可能是有些方面就是有不太方便的，也不太做得到的部分。所以呢，今天先守一个戒，就是杀生的戒，好不好？那么这个杀生来说的话，就是一定要知道，杀生要具备4种条件的这个杀生呢，就是会破戒的。4种条件是什么呢？你就是第一个，知道对方是一个动物，有生命的，然后这个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呢，就是有起心动念杀死他，这是第2个条件。第3个，真正的进行了杀死这个众生的这个动作就比如说用武器也好，用毒药也好，用各种各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进行真正的这个杀死另一个众生的这个动作，这是第3个条件。然后最后那个众生真正的断了气，那就具备了完整的4种杀生的罪业。所以这种来说到，就是那我们今天受的戒就是这样。如果是这4种条件具备了，那就是破戒了。然后如果是这4种里面就是不具备1种那么另3种都具备了但没有完全破戒。要知道没有看到对方是一个，没有看到或者是不知道对方是一个动物，有生命者后面的3个动作都因为不知道的情况下，肯定不会产生起心动念嘛，对不对？想要杀死他的起心动念是不存在嘛，所以就不小心杀死了他，就是2个条件是具备了，对不对？但是2个条件具备了，最后断除了他的生命，也是要背业，但是不是破戒的那种业力，就是业障是有完整性的跟有部分性的这个业障。那如果是第一也知道了它是动物，第2起心动念也有然后第3个动作也做了，最后还是对方的那个气没有断，没有死，那也是不完整的就是前面的3个业障都有，但是最后的那个就没有成功，所以没有断气，也不会比一个完整的杀生的罪过。所以这个就是杀生跟所有的造业都是这样的，就是相通的，可以去想。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先守持这个戒律方面来说的，最主要呢就是在这个杀生的结果，杀生的这个罪杀生就以后今天皈依了以后，以后不能再进行杀生，好不好？好，那我们这样的情况下，因为我们这个修行人居士当中有很多的戒律，就是只是属于1种戒的，或者是在多种的，或者完整的都有。那你们呢，就是今天就是皈依的居士，然后守持的戒律就是不杀生的戒律。那今天这样，那以后是不是以后要守持这些戒律以后一定要更加的，就是有什么自己就是有能力有条件可以真正的修持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可以守更多的戒，好不好？我们就可以守完整的居士戒
菩萨戒，甚至有些人可以出家的，有这些因缘都有可能嘛。所以这些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目的是越来越好，今生修持是从今天开始呢越来越好，能够达到就是即生成佛，或者中阴的时候成佛，或者是在第7个转世真命必须得要成佛，以这样目的至少就是这样，就是不能再落下来。就是我们的目的是嘛，哎呀，反正就是修是好，所以就是修一修嘛，成佛离我很远，那种想法是不可以的，一定要有真正的要成佛，而且会成佛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要有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我们去皈依，好不好？那么这些所有的功德是为了谁？为了所有一切众生，不光是为了自己，好不好？为所有一切众生要皈依，好，这样去想，好不好Om Janamaka Jamari Soha Om Janamaka